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拉斯維加斯新聞資訊站。今日係2026年1月7號星期三。今晚拉斯維加斯主要新聞有：全城矚目嘅 CES 2026科技展正式開幕，AI 應用引領未來工業同生活新趨勢。西南區 Durango 度假村啟動3億幾美金擴建，將會增設保齡球場同電影院。消防局探索者計劃依家招募緊年輕人，為未來嘅消防英雄提供培訓機會。不過亦有執法爭議，聯邦法院發出禁制令，暫停克拉克縣對短租房東嘅罰款權。另外，本市發生咗一宗執法期間嘅斬人案，一名副法警執行驅逐令時遭到開山刀襲擊。最後仲會幫大家釐清一單網上瘋傳嘅虐貓片真相，以及交通執法嘅最新消息。報道之前，請大家先訂閱、點讚同分享。我哋拉斯維加斯情報站專為本地華人提供最貼地嘅新聞、天氣同生活資訊。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做得更好嘅動力。開啟小鈴鐺，第一時間掌握最新消息。多謝支持。首先關注今個禮拜全球焦點：2026年度國際消費電子展 CES。正式喺拉斯維加斯揭幕。今年嘅展覽規模好大，遍佈會議中心同多間大型酒店，預計吸引超過13萬人嚟到我哋拉斯維加斯，帶動數以億計嘅經濟收益。今年嘅核心主題係 AI 係工業同生活嘅作業系統，好多大廠好似西門子同 NVIDIA 都展示咗點樣利用 AI 模擬工廠運作，而大家最感興趣嘅機器人同 AI 自駕技術亦都有好多新突破。本地經濟發展方面，位於西南區嘅 Durango 度假村宣布本月正式展開第3期擴建計劃，呢次投資高達3億8500萬美金，預計喺2027年完工。到時會增加一個有36條線嘅現代化保齡球館、豪華電影院，仲會擴大賭場空間。呢個計劃反映咗西南區人口增長好快，亦會為當地帶嚟好多就業機會。想投身消防事業嘅年輕人要留意啦！拉斯維加斯消防救援隊 LVFR 依家正為探索者計劃進行招募，對象係15歲半至21歲嘅青少年。呢個計劃唔係普通營隊，而係模擬真實消防員培訓，包括體能測試同面試。成功入選嘅學員可以喺現役消防員帶領下學習滅火同急救技巧。相關嘅報名連結我哋已經擺咗喺資訊欄，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北拉斯維加斯警局最近寫低歷史迎嚟嘅首位女性 K9 領犬員 Officer Cross， 佢同佢嘅拍檔比利時馬利諾犬 K9 Co 已經完成咗好嚴格嘅氣味追蹤同戰術訓練，依家正式投入巡邏任務。呢個係警隊性別平權嘅一個重要里程碑。關於 Airbnb 等短租房東嘅消息，克拉克縣政府近期喺法律上遇到挫折，聯邦法院法官發出嘅初步禁制令，暫時禁止縣政府對違規房東處以高額罰款或留置權。法官認為現行條例中允許執法人員無預警入屋檢查等條款可能違反憲法。目前針對無牌短租嘅大執法行動將會暫時停止，縣政府表示會繼續審閱裁決。接住落嚟關注一宗嚴重嘅暴力事件。尋日1月6號朝早，一名副法警喺拉斯維加斯東南部一處公寓執行驅逐令時，遭到一名男租客持開山刀伏擊，法警同隨行嘅維修工人都被慘傷，法警隨即開槍還擊制止嫌疑人。目前3個人都送咗院，暫時冇生命危險。呢單案再次凸顯咗執法人員喺處理房屋驅逐任務時面臨嘅高風險。近期網上瘋傳一段男人摔貓嘅殘酷影片，引起亨德森居民好大憤慨。不過，亨德森警方經過調查後澄清，嗰段片並唔係喺本地發生。不過，警方確實逮捕咗一名叫 Randy Lee Katz 嘅60歲男人。
佢涉嫌將一隻受傷嘅馬爾濟斯犬裝入垃圾袋丟棄，導致小狗最終傷重死亡。呢名嫌疑人依家面臨虐待動物嘅重罪指控。交通消息方面，警方依家正係進行聯合力量行動，加強打擊酒駕、超速同不禮讓行人嘅行為。不過，日前喺北拉斯維加斯 Crade 同 Pecos 路口依然發生咗嚴重意外。一架皮卡車疑因機械故障撞入巴士站，導致一名36歲男人重傷。雖然初步排除酒駕同超速，但警方提醒各位司機一定要定期檢查車輛。另外，一名加州遊客入稟法院，狀告市中心一間賭場同鐵路公司。事緣呢位遊客喺2023年底透過賭場圍欄嘅一個破洞行入咗鐵軌範圍，結果被火車撞倒，導致雙腿截肢。原告律師指控相關單位明知圍欄有洞卻唔修補，構成疏忽。中意戶外活動嘅朋友可能要等耐啲啦。米德湖 Government Watch 露營區因為環境修復同道路重鋪工程，重新開放嘅日期將會推遲到2026年3月之後。目前該區域依然嚴禁車輛進入，大家出發前記得 check 清楚最新狀態。相關公告連結我哋都擺咗喺下面。最後要澄清一單傳聞，網傳有警方深夜行動查獲大量奧斯康定藥丸同非法槍支。經調查，呢單案係發生喺田納西州，並唔係拉斯維加斯本地新聞。我哋會繼續為大家監察本地治安情況，確保資訊準確。今晚嘅所有新聞報道已經報告完畢，多謝收睇，祝大家晚安。想緊貼拉斯維加斯本地嘅最新消息，記得訂閱、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多謝你嘅支持。